过几工，有人报讲德位啊有牛要卖人，叫阿德啊去送牛。迄口罩是落教的，讲有几若户做伙要移民搬去巴西开垦，去遐嘛着牛，毋过坐船啊，讲爱几个月才会到，牛袂当买船票，拢总有6户，逐户拢有一只牛，有2只倒来引人啊，4只拢看起来勇勇，出价阁真公道。整年甲伊斗阵去的人，拢鼓舞阿德啊，拍一只起来。阿德啊，4户走来走去，逐只牛上了阁上，一工袂当做决定，反正工阁去看。人讲带某对看，嘛无上遐功夫。过一礼拜，阿德啊，还未决心，3只都也互人买去啊，剩一只尔，伊也无啥通拣。主人家是真忠厚的人，讲阿德啊，若钱较亏，会当阁减。伊有听人讲阿德啊，小牛出名的，甲牛卖互伊，主人家真放心。这只牛毋是有啥缺事，无人要买。是主人毋甘凊彩卖，为要报答伊对这家庭的贡献，甘愿赎卖互疼牛若疼某囝的阿德。厝边拢劝阿德甲买落来，迄牛伊是掠无遮尔俗佮勇的，牛就是牛，勇勇啊会堪你使就好。阿德啊煞起公神，伊讲一只牛是要做伙一世人的，哪会使凊彩掠一只？佮讲。伊想要找哪像伊过身迄只共款的，才要买。通常过身是用伫人的，阿德啊，甲伊的牛死去，讲是过身，就知影牛伫伊心内占啥款的地位。过一个月，阿德啊，还是无牛通使，做事判拢笑伊伤直。牛是要用来甲人斗做工课的，阿德啊，煞咧甲牛博感情，亲像人死某3年来毋敢要娶新娘共款，上草饲8款牛，免哪有甲伊原生迄只共款的牛。附近宝岛、较热南的北港，拢有大牛市。就是人称作是牛墟的，阿德拢去找过，就是拣无一只投伊意的。买用牛的时，先甲厝边拔一半，才人寡抄了钱。这个因后尾问伊讲。迄只牛若勇，咱就甲掠转来。反正是一只牛尔，太着考虑遐久，无牛是要安怎做事？你干那这阵啊，无去引工课，就了偌济去啊？这个因讲，牛有牛性，干那勇，咱毋知性，伊袂听咱教。人会当用讲话小知影性，牛甲咱无话讲，要知性较学。互我加看几只，无差迄几工。我毋是嫌贵，是惊掠着歹性地的牛，迄就真费气。有一个礼拜日要到，德位仔人规家牵只牛来，讲是要送互德啊。主人讲，迄早起去做礼拜，有甲牛的代志讲互教会牧师甲会友听。
迄只伫因兜一世牛，甲规家伙啊，拢足亲近。因甲牛当做家庭诶一份子，袂当带伊去巴西，就咧艰苦心啊，要甲卖掉。万不一若拄着恶主人，惊会吸开着迄只牛。全教会人拢知影阿德小牛，伊驶牛诶时，手呢嘛会摕藤条。毋过无人看过伊甲迄只牛摔过。虽讲一只牛会使卖不止啊侪钱，总是较侪钱嘛无人咧卖某卖囝。迄只牛对因来讲，就哪像即款诶。庄稼人真刁钻，无缘无故人一只牛要互因，收诶人心内袂得过。过3工，阿德啊，请一出大戏去倒位啊种搬，讲是要送别离乡去远远，毋知倒位巴西诶老户人。大家拢知伊是得人一只牛袂过心，专工搭车人诶。迄边骹诶大树边，阿德啊看迄只牛伫遐，台顶锣鼓八音拢拢叫。阿德啊一直咧甲牛讲话，讲啥嘛简单，伊知尔。主人诶囡仔伫边啊嘛无看戏，看牛甲阿德啊咧互相熟识，烧钱要饲只尾互牛食。到尾暗仔时，阿德啊要牵牛转去，双方面拢流目屎。有人讲看到迄只牛嘛咧流目屎，主人规家伫门口埕，目睭紧紧看阿德啊甲牛诶身影。西边红红诶日头光，甲因诶影翕啊真长真远。迄只牛掠来了后，阿德啊共款安尼犁安尼驶，慢慢甲拍。毋过感觉无亲像较早迄只遐亲近。人做伙都会有感情上诶无共，对牛免讲嘛会有无共诶感情差异。上少阿德啊都无伫牛寮困啊，因为伊要娶某啊。阿德啊，25岁才娶某，毋通报啊来报亲情，讲是过高仔人，离因庄无偌远，叫阿德有闲去头上一下，也是约时间对看一下。阿德啊去看一摆，阁是远远看查某囡仔的一个形仔尔，就讲人若无烧气焰就好啊。毋通报啊，原本想讲一箍掠一只牛，爱想遐久。娶一个某，毋知上几年，哪知代志变遐简单，趁这个红包咧，阁真辛苦。最少目睭甲人讲，哎哟，阿德个掠牛比娶某较顶真，莫怪人叫伊小德啊。亲像这款的代志。伫迄款拍行诶年代，应该毋是偌稀罕诶。讲来，阮厝里诶顶一辈，拢也无爱食牛肉，就会当理解啊。